有一群少年老师投入偏乡教育，对因来讲，做老师唔单单是因的头路，是陪伴偏乡的囡仔改变未来方式。除了课本的内容，伊嘛用生活、用文化做教材，陪伴囡仔入捌更较大的世界，看到家己的价值。下午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带恁来熟悉这阵用教育守护希望的少年老师。台湾所有的孩子，无论出生，都能拥有优质的教育与自我发展的机会。台顶的少年老师伫宣誓教育信念了后，就要分发去全台湾各地偏乡的国校仔做代理老师。这是 TFT Teach for Taiwan 协会成立12年以来，每一年拢会招募关心教育的青年，去需求量大的地区，甲国校的计划，弥补偏乡长期师资无够的问题，互偏乡的囡仔会当伫教育资源有机会得到资源。要安怎教学生？其实这对唔是读教育的人来讲是一件担头介大的代志，大家就是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我感觉这个力量其实足大的。这一届新的老师张家琪结婚了后，互分发去屏东的茶城国小，教音乐、甲美术。因为这人口较分散，所以学校有3间分校。家琪清早爱伫咧无共校区来去咧上课。唱到那个听妈妈的话。一开始目标就是一礼拜先甲分校的囡仔的名拢记起来，甲因有记即个句子安尼，就是想讲安尼较好甲因熟悉，嘛袂互因感觉讲哦，更换一个新的老师啊。TFT 甲阮做一个足好的伙伴，就是伊会当招募迄有心要来偏乡协助偏乡的孩子教育的这一块的老师。加起来的结果，好，会比是不是 ？Teach for Taiwan 头一届的老师黄明熙，在结束2年的计划了后，对教育的工作有更较清楚的理念。伊重新去进修，考到在家老师的资格，去新北市石门的清华国小教册。对伊来讲，在偏乡做老师，更较符合伊对这项工作的期待。最长的那条边也停在。其实偏乡的学校，除了学生数少以外，最大的那个缺点就是我们留不住老师。我看学生啊，因开始有自信，啊，开始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开始往因想要去的方向去的时阵，我会感觉就快乐的，和成就感的。我的梦想就是想要做一个算了，江米哦，平凡普通的小学的老师安尼。这个青年因为对教育的热情，去到全国各地偏乡的教室，因用笑容甲耐心陪伴这个囡仔的未来。Teach for Taiwan 当伫替教育累积更较侪可能，互因离梦想愈来愈近。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